这局邀请到朝野的领袖到总统府听国安简报，确定来破局了后，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嘛伫下晡的中常会还原到双方致接的过程，以及最后决定不爱参加的原因。总统府直到下午回复之后，我们这边了解到总统府要坚持的立场。 完全不开放，完全按原来他坚定的这样的一个立场，我们回复很可惜，我们可以继续协商，门是开着，继续协商，适当的时候能够协商完成，再来做朝野对话。时间已经是昨天下午4点钟，后来除了表明会当继续来沟通之外，同时嘛来强调讲，朝野必须是对话，唔是单方面来做简报，嘛要求爱甲双方的立场来公开。目前已经请秘书长黄建庭继续甲总统府、甲民众党来协调着下当见面的时间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